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咱搁等1分钟吼。这平安礼拜的时间已经到，那咱将行动的电话关机，安静心来敬拜咱的上帝。来吟会情诗，正诗第363首，耶和华早起时，你未听我的声。听福音静声。耶和华是咱的基业，因为安尼，咱要仰望伊。既若听候耶和华，找求伊的，伊要施恩予伊。仰望耶和华的拯救，静静听候，这是好。大家来吟俄罗上帝的诗，
正诗493首，咱着耶和华，请咱吟两遍，起立吟全首。请来，咱着耶和华，做声对伊唱歌，感谢真叫这般，歌声欢喜唱歌，咱着。来到上帝面前，感谢恭敬，愿心我只做伊，我想欢喜全是，请来咱着。咱犹原徛底，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才世女玛利亚出世，以温柔比拉多入来受苦，挺死。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感谢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他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各共同的教会，圣徒的上方，随下辈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大家来交托启应文第35篇，以赛亚书55章。按照我来起，请兄弟来应。启应文第35篇。既若恁喙焦的，就来就滚水。来啊，毋免运，毋免计钱。恁啥事开会钱，要迄个未接地的面。恁着留心听我，就会食迄个好面。着趁耶和华通找着的时来找伊。歹人着离开伊的路，归往耶和华，伊要怜悯伊。耶和华讲：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因为天怎样较悬地，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因为亲像雨甲雪对天降落，也无过倒转。
互野种的有种子。我的嘴所讲出的话，也要安尼，决断无空空倒转来活食。恁出去要欢欢喜喜，大山小山要伫恁的面前出声唱歌。千百发声来退草气，这是要做耶和华的名的纪念。咱同心压头来祈祷。耶和华上帝啊，阮真是意爱来到主你的圣殿敬拜阿罗你。阮的心神因为上主就快乐，你是阮的帮赞，阮的盾牌。求你照着阮所仰望你的，向阮来失落你的慈爱。阮即时来到你的面前，坦然阮的罪恶，求主的保护，洗净阮每一个人的恶毒、骄傲、贪婪、无尊重人、甲稳重的歹的念头。恳求圣神保护师伫阮的心中安慰提醒，毋通自高，照所得到的恩赐，掠好适当，互阮会当一直来持守所信的真道，尽本分伫每一个路站来侍奉上帝。迄位上帝，求你赦免阮有时心内真硬，无互圣神来管教，心失迷。无行你的道路，甲毋捌你作为的美善旨意，检采有人信心不足，互罪迷下去。求主用你的听来，互阮越头归向你，顺服你，持守起头的亲信，甲起初好胆的心，坚固到落尾。求主也改造阮的心智，常常换心来变化家己。明白上帝所欢喜的旨意，来尊叹你，搁有份伫基督，进入你所赏赐的安息当中。迄位上帝，求你用你的听来医治阮软弱的心。主有讲，有我的恩，你就教业，因为我的困难是伫人的软弱来行。我要伫软弱当中来寻求你，倚靠你。互基督的快乐点伫阮的身上，合适操练伫五梦当中欢喜，伫患难着吞忍听候，伫祈祷着常常。但阮拢是你贵重的器具，是已经诚做圣洁、脱离卑贱粗俗的事。何等的荣耀会当互你来找见，便便通做逐项的好的事。我要扶持主你所听的众兄弟姊妹，圣徒所欠费的就攻击伊，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上帝三角行。伫教会当中，百体互相连结，相支持，大家肢体发挥应该有的功能，互基督的身躯长大。用听来建立阮的团契，甲属主的教会。因为上帝，阮真感谢你，经过120个礼拜、840天的等待，今主日开始，伫主美好的旨意下面，带领陈国成牧师、林义官牧师来照顾阮教会的正阳群，都无兴起上帝的国。求主来为备阮众人。甲牧者做伙来服侍，接纳敬重、谦卑、顺叹，配因祈祷，也求主带领筹备就任受职感恩礼拜的同工，准备好，搁真招全，来得到主的欢喜，将荣耀归互你。迄位上帝，阮要更加较无你的话语，搁较侪的谦卑、顺服、诚信。
哪侪会感恩合一，接纳相听，更加有主耶稣的款式。你的旨意是吸引搁较侪的罪人，心内失丧的人，互人来带到你的面前，得到拯救。痛苦忧伤的人会当来到阮的当中，生命互主建立起来，互阮诚做合上主心意的教会。愿主大大祝福阮今仔日的敬拜，你的目睭看顾敬畏你的人，眷顾仰望你慈爱的人。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正歌队要用即时阮伫主面前，带领咱来学乐上帝。来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雅各书第2章第5节，现代台语译本第496页。现着我来读雅各书第2章第5节。亲爱兄弟姊妹，要听，上帝有拣选世间的善巧人，互因伫信仰上富足，通承接伊应允互听伊的人的国度。我
今仔日，陈牧师要甲咱正道的信息是，互咱富足的神。各位中职的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今仔日也是11月第1个主日，对11月1号开始，我夫妇伫笃行开始侍奉，开始服侍。感谢主，咱会当做伙伫笃行教会三甲来敬拜俄乐，会当三甲来诚做一个听的团体，来听教会听人，互上帝来得到荣耀，互上帝的名伫台中、义中附近咱的社区来照亮人的内心。今仔日用互咱富足的神来甲大家三甲分享。过去2个月，阮有伫牧会过一段落，有2个月搬厝以外，有淡薄休困的时间。原本阮有计划最后几工想要去东北亚去看凤凰，而即个时阵进入入秋特别的风景，伫咱台湾可能真恶看，无人要看，大家去山顶原本是安尼计划甲安排，但是考量侪考量后来，阮无安尼去订机票甲出国，我留伫台湾。留伫台湾检测会失落侪袂，等到伫国内淡薄的休困，去无共款的教会礼拜，佮上帝互阮会眼光看佮较侪。顶礼拜我去只有4个人聚会教会，4个人是啥物种的情形？你看你边又丢了迄摆多好4个，包括讲道的人总共4个人，所以也无私会，牧师讲道佮爱挂私会。司琴呢？司琴真简单伊就试圣诗第几首，就当，就试出来，就有音幕迄个电脑的音幕，就大家做伙吟诗安尼迄是一间伫山边的教会，伫路佮较行差不多约正100公尺的教会，非常的细间我熟悉即间教会有对我牧会开始就熟悉即间教会，因为阮同期的同学伫遐牧会。毋过伊今年就交接我去较知影讲伊已经无伫迄间教会，是另外一个少年的牧师来做小的议长来接即间教会。所以伫即个细间的教会，也是人组织较侪教会，咱拢相款来敬拜上帝。所以今仔日的主日，咱来思想，伫即时刻，伫今仔日，无论是8点开始的礼拜，9点的礼拜，也是咱礼拜煞了后10点、11点。今仔日所有伫台湾的教会，咱拢用即个主日来敬拜上帝，来讹乐主。上帝互亚境的人有荆棘，对以赛亚书55章咱拄所启用的，上帝赐荆棘互亚境的人。上帝嘛赐传福音的人有气力、有能力、有才能，甚至抑阁有威信的志气，以及会当待伫迄个所在来侍奉、来服侍，亲像马偕宣教师所讲的，我宁愿烧尽，毋愿受坏。咱三个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讹了你，因为你的听伫阮的中间来兴起阮、竞选阮。虽然我毋是真富的人，虽然我毋是真有才调、真有能力的人，但是上帝，你阁看重阮。来救赎阮，互阮对罪恶中来得到脱离，分别做成，成做上帝你所竞选的百姓。互阮成做听的团契，嘛互阮成做传福音的教会，嘛互阮成做彼此服侍、彼此效力的教会，来荣光主你的名。祈祷感谢阿拉主，拢是奉靠救赎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免过去这全世界捌发生金融的危机，也是金融的风暴对2020年这个 COVID-19 开始，世界经济足大的转变，足大的转变。
咱2021年进入3级了后，一种产业开始慢慢形成，就是安那外送吼，即个外送的服务。迄阵我无花时，我看街头拢无人，哦，台北街头真正拢无人，迄人有够冷清的。来你会看到做生意的店，伊开始咧装潢啊，装潢了，就是迄间店收起来啊，换新的人。你有看到迄间店关足久拢无搁开啊？慢慢一日经过疫情了后恢复，一条路差不多换要1-2成。店家吼，店家。过去我无会教会，拄好是伫菜市仔的路口，菜市仔的路口即个应该是讲当地地区的老城区、老城区的蛋黄区吼，因为即个所在真久，所以路足细条吼，有市仔就透早有人会拖菜篮去买菜。所以你讲台北人因嘛是过传统，嘛足侪传统对中南部去的，足侪妇女拢赶菜篮安尼拖来，落去菜市仔买物件吼。菜市仔物件有比超市比超商搁较来了较俗，所以侪妇女因着透早去买物件。拄着即个金融风暴发生了后，咱会当看到足侪行业伊开始转变。咱嘛看到，若无手机，带手机出门，你煞无法度去点菜，因为坐落来，服务生是摕一张单互你，请你扫一下 QR code，QR code 点餐，迄天我扫一下，讲我手机还走袂出来，就叫服务生来吼。所以咱看到时代转变，人的生活方式的转变。伫1997年金融风暴，甲2008年的金融的tsunami吼，金融海啸，人伫即种经济无稳定的情形，会产生一种想要大捞一笔的心态，就是我要一届就互伊有钱，一届就要互伊好业。咱看到台湾即个诈骗的集团哪来哪多，骗术哪来哪多样。甚至毋若骗钱，佮骗感情。我过去我了解最近我身边有两个姊妹，因着去用骗去，有3个啦，一个骗较少，两个骗较多。所以骗的方法哪来哪多？伊先甲你讲这先甲你有关系了后，甲你讲会当投资，会当趁钱。真正有诶妇女，真正将伊诶钱安尼甲伊落落去，平常时叫你奉献，拢无爱奉献，叫感情向骗去，拢算霸诶吼。所以人伫生活无稳定诶情形之下，人会想要去，互生活搁较好。总是你去算命、问神，也是求问，这个行为，敢会带互人心富足甲平安，以及带来人的富足。真侪卖血人或者的方法，包括诈骗，拢互人的心安尼撩落去，这是袂带来祝福的。基督徒要求祝福，一定要对上帝、对咱的神来。为什么今日讲是互咱富足的神，毋是互咱富足的上帝？所以这个神伫咱的心目中，这个神就是唯一。这个神是咱所服侍，嘛是咱真做咱的帮助甲倚靠。所以这个神的能力、开力是非常的大。咱的上帝，咱的主是主宰世间，主宰这个历史，甚至咱的上帝、咱的神是祝福的源头。咱知日本人伊嘛是有这个神道教，有伫日本牧过会的牧者来分享讲，日本人为什么因信上帝人比如较少，总是因将因的神当作是甲伊服侍、甲伊服落的。所以，伊是去求神来互伊会当做或者迄个，所以因结婚去神社，因有一寡代志去神社，
哦，这个神社伫日本非常的普遍，所以因的神伫因的心目中，迄是甲咱所信的这个上帝是无相反的。但上帝是祝福甲祝福的源头，嘛是久久长长，互咱富足。当然，这个富足毋是讲你去买股票，这支股票就会起，毋是讲你就会有好的头路。也是讲你的人生的一帆风顺。有一本册叫做《穷得只剩下钱，剩甲剩钱尔》。有钱敢无好？有钱敢无好？这内底有一个故事讲，有一个相当成功的女企业家，伊住豪宅，毋是这个豪宅，是足大间的厝，开高级车。有一天，接到一通电话，伊的同学讲要来找伊。哇！伊高中的同学讲要来开会，要来拜访伊，顺看会当方便互伊住无？哦，伊真欢喜，足久的时间无人找伊开讲，无有朋友来找伊，所以就开着伊迄台真高级、真豪华的车去机场来接机，完全是有派头的规格，所以这个气派非常的悬来接机，而且佫接伊来到因兜的厝非常的大，里面毋是里面就是厝啊，里面佫有一足大片的草而且草皮了有花园，有种真侪遮的奇花真奇花奇树足侪真水的树木。嘛有游泳池，因兜有游泳池无？阮兜若有鱼缸和头球所以佫有拍球即拍天尼斯的网球场，哇，因兜是足大，咱能想象这若成一间一间安尼有规模的豪宅样。除了真高级真高级的接机以外，即个朋友看到伊的车库，佫有一台跑车。爱看到这台跑车会怎安那？目屎哪滴？伊目屎哪滴是安那讲？我一生努力，我嘛买袂起这台跑车。所以伊的大间厝内面，还佫有足侪间房间。了，伊带到房间讲，同学，这10几间房间，凊彩看你要住倒一间。这两位真久无见的同学，因就开始彻夜长谈，暗时就开讲。对读册时间开始讲起，了这个女企业家才吐开讲我的先生逐工拢伫外面走动，无用事业，真少倒来厝。规间厝遮尔大，只有剩我一个人。伊的同学就问讲：你的囡仔咧？囡仔拢大汉啦，有家己的思想，有家己的事业，嘛有家己的想法，因拢住伫别的城市。无甲我住做伙，后来即个女企业家就吐开讲：你敢知影？我即马送甲存裤底仔钱。你有做欣赏即个女企业家无？你会欣赏伊住足大间的厝，开高级的跑车。你有欣赏伊有足侪的房间，但是只有伊住伫即间厝的内面。钱毋是会当互人富裕吗？钱毋是会当互人好业吗？钱毋是会当做真侪事吗？来满足你的欲望吗？钱毋是会当去百货公司买高级的物件？财富毋是咱一生所追求的吗？敢是安尼？所以咱来知影讲，到底什么是珍珠？耶稣讲有人为着要迄个宝物。放下所有的去追求迄个宝物，嘛有人知影讲，这涂骹底带着宝藏，伊就变卖所有来要得到这个涂骹底的宝物，来买这块地。所以稳重的物件是咱所看袂到，其实咱的主，伊是稳重伫咱的生命中间，互咱。所以珍珠是啥物？你手中。你掌握的是珍珠，还是玻璃珠啊？咱细汉
过去迄时代，咱细汉拢有即个玻璃珠，吼，所以你毋通一生你手所掂是玻璃珠，去绕高即个珍珠，安尼这才是真正的爽香。今仔日的经节已经有甲人讲着，吼，所以兄弟姊妹着听，上帝有竞选世间的善车人，来伫因的信用顶面来富足，通承接应允互听伊的人的国度。所以咱的国度是信用富足。当然，咱毋是世间上真好嘢的人。话语是甲咱讲，上帝亲爱弟兄，请听，神岂不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咱注意来看，耶稣12个学生，拢毋是迄当时有地位、有名声、有身份的人。耶稣竞选的学生是讨喜的人，是抽象的，佮去经着一个甲伊出卖的犹大。所以咱知影讲，上帝主所竞选的，检测毋是即个真有身份地位的人。所以咱知影讲，甲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才会当带着即个福气。所以咱的信心是甲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顶面，上帝将这福气来赏赐互咱。所以今仔日的经文，咱看着讲，请听上帝竞选世间的善车人，来互信用顶面来富足。所以咱信耶稣的人，是上帝所甲咱应允的，是咱有定将来所要领受、所要承接的。伫哥林多前书1章26节，保罗先生嘛有讲，就讲兄弟姊妹，就会记得上帝呼召恁的时，照人的标准，恁中间无偌济人是有智慧，无偌济人是有能力，无偌济人是上属地上流的即个阶级。咱拢是一个平凡普通的人，但是上帝透过这个平凡普通的来翻转社会，来翻转世界。当马街来到台湾的时，嘛是一个真平凡的人。除了伊即个老喙鬚摇来有老喙鬚，人讲伊是乌鬚番。除了伊生了甲咱无啥共款，因为伊安那轮廓比较深，边仔较毒。是一个外国人，所以伊安尼风尘仆仆来到台湾的时，安怎？伊就开始来做福音的工作。所以伊受敬调，毋是伊有偌尊贵，是上帝互这个人来看见上帝的祝福。所以上帝无一定是竞选学历上好的、落地仔上钱的、头壳上好的，也是功课上界赞的。顶多是伫智慧的顶面，甲权力的顶面平平的人，来互即个社会、互即个国家来得到翻转。咧放风台假的时，我想讲要等风台来，一直等袂到。当然是迄个山头尔台风，迄个三只野的风台。就有一个牧师讲，恁伫厝用用无出来行行好啊，因为因的囡仔甲阮的囡仔拄好是同年的，因嘛一个，我嘛一个，拄好，即个囡仔一样伫厝就会话无聊，无好啦，就两个囡仔带出来就甲两个家庭带出来去台中行行当阮去到最近李湾教会有伫一个所在有设立一个教堂即个礼拜堂因有一个开幕的仪式甲开幕的礼拜。阮就去遐看，去遐行。边仔有边仔有饭店，边仔有即个饭店。阮就伫个行人道伫遐行到即个饭店的门口，有一个先生，有一个少年家，就来讲，请你们不要在那边走来走去哦，因为这是车道，要注意哦。恁的囡仔伫遐咧佚佗，伫遐咧走总要注意哦，这车来会弄着，因为这是一个出入口。阮看这个先生真客气，这个查甫人这个少年家真好气，口气嘛真好来甲阮考劝，就咧讲话讲无几句就讲，
啊，你也是基督徒哦，安尼啦。他说我也是基督徒，啊，你什么教会？哦，伊就讲伊是什么教会，啊，一个少年家刚出社会，伫饭店的一楼底下咧做这指挥交通waiter，吼，伊就讲你是什么教会安尼啊？吼，甲我问啊，我是什么教会安尼吼？好啊，你们是传道人哦，伊就笑，我嘛笑吼。来，伊咧问我咧教会的时阵，我才想讲，我另外迄个牧师吼，伊是基丁教会啦。我讲伊是旗津教会，吼，伊是基丁教会出身的，吼。这个少年人，伊是基督徒，伊勇敢承认讲，伊是一个基督徒，这互我真感触真深，吼。伫台中，第一届出外安尼行打，就拄着一个少年家的基督徒。咱莫看迄个少年家伫遐指挥交通，咱莫看伊做遮尔啊基本的工作。检测10年、20年以后，伊有可能做啥？伊有可能做经理啊，伊有可能无伫迄个位置咧指挥交通啊，伊有可能升官，是毋是？所以一个少年家，伊勇敢承认伊是一个基督徒。顶礼拜阮有去看车啦吼，因为我感觉我的车吼安老啊吼。即届再搬厝安尼吼，嘛替阮服了20几年啊吼，阮就想讲搁来看车安尼吼，当阮的车驶到电视中心的时吼，我后壁一只鱼啊，一个业务走出来，就看到我的车，伊出来，我车开去的时候，伊拄出来啦吼，所以看到我的车尾你有一尾鱼啊。当阮落车的时，又也是一个少年家，刚出社会，一看就知影是少年家，差不多要我30岁左右那点，一个少年家。你也是基督徒哦？就甲我问啊，吼，安尼。所以讲我也是基督徒。这个少年家有够勇敢的，伊讲我也是基督徒。我看伊应该是还袂娶某，一个少年家安尼。所以感谢上帝，上帝拣选这个少年家。伫咱台中安尼，因为做业务，我想这做业务可能真努力吼，一个月吼真拼吼，咧要卖车吼，真拍拼，才会当安尼趁钱。有可能10年、20年以后，对伊的信用的帮助，有可能伊就无卖车，有可能伊真做一个主管，有可能10年、20年真做无共款的人物。所以上帝拣选这个人，伊勇敢承认伊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勉励咱的少年家，你勇敢承认，伫你的工作的位置，勇敢承认咱是信主的人，成做咱一生的祝福甲帮助。咱人生拢会拄到真多的试炼甲挑战，但是上帝会透过伊无共款的方法来帮助咱。马该的日记，马该是唯一啦吼，留了伊伫传福音、伫宣教顶面，伊差不多每一日拢有写日记。当然有当写一礼拜吼，日记拢记了真简单，破病吼，一礼拜拢要破病，因为咱台湾的气候非常的湿，非常的热，就破病。有当时就记足多代志，马该留了互咱什么？设立的教会，医校。南部的宣教师嘛是共相款，留了校，留了医，甚至留了信用的资产。所以这拢是真做互咱台湾反转咱台湾的一种的资产。愿上帝使用帮助咱。信用会留了多，信用有当时比金钱更较好。我的妈妈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因为细汉嘛无读啥物册，家己传福音的人，就教伊读这罗马语，所以就读这白话语吼。我看伊细汉的，我细汉时拢伫遐咧读这白话语的圣经。有一日伊去。我的爸爸带好去台北做工课，伊拄仔嘛对去遐斗3工。
伫台北的教会做礼拜，伊就早伊的圣经来读，迄台北人拢毋知影讲，陈姊妹啊，你读英语的圣经伊就毋知讲迄是白话字的圣经所以上帝是用帮助咱，上帝透过竞选遮个世间真基本的人，翻转咱的社会，翻转咱的这时代。所以雅各书1章12节讲，恁受亲的人真福气，因为伊有经过考验，为领受上帝应允，互听伊的人活命的花冠。咱咧回顾马介的一生，但是咱回顾马介怎样伫咱台湾，伊会当讲是伫北台湾，嘛会当讲是全台湾设立上侪间教会宣教师。当然，伊是一个人佮带伊的学生，安尼来拍拼努力。当然，你透过伊的日记，你较知影讲，伊经历偌侪的事。伊用行的，伊当来台湾就用行的，行迄块，伊行到苗栗，对淡水，行到桃园，行到苗栗，伊行到基隆，伊行到宜兰，甚至行到花莲。所以用伊的双脚。安尼传福音，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所以才会咱咧回顾伊，即个宣教师伊的成就，伊的伟大。但是咱注意看伊的日记，伊是受偌济，才会无适应，才会艰苦的事。一礼拜破病，今仔日破病，发烧。毋是敢一届伊的日记有当写伫今年伫即年有一段，伫年尾阁有一段，伫明年日记还阁有一段所以愿上帝想帮助咱中间若有欠缺智慧的，咱得互迄个白，互正人，也是无气限的上帝来互咱来得到遮个。所有的这福气所以恁中间若有人欠缺智慧，就对上帝求伊，伊就会赐予恁，因为上帝为真慷慨无保留，赐予拢总的人。我想，所罗门王，伊毋是对大笔对伊的爸爸所能留落遮的建国基础，但是上帝互伊讲，你要什么？伊要智慧，所以智慧。是上重要的，智慧伫咱的中间，会当互咱分别甲判断。咱知影有基甸会是咧传福音，用圣经做传福音的一个机构。你有听过全福会？全福会，全福会创办人戴摩斯·肖克伦这个人，伊信主了后，伊来到教会讲，安那拢姊妹。咱看边个人是姊妹兄弟，今仔日看起来姊妹甲兄弟一半一半。伊讲哪有遮侪姊妹，拢无兄弟，兄弟无信主太可惜了。兄弟若信主即间教会一定会得到兴盛，得到复兴。所以伊就创办即个全福会，就是兄弟来加入，只有兄弟才能加入。我20多年前嘛，捌看过台湾的传福会。全福会去传福音，我伫一间教会有拄着。伊要互全福会加入的人，这兄弟，伊喊兄弟，所以这兄弟真做世界上界快乐的人，要互因伫即场的中间，真做上界快乐的查甫人，嘛要用快乐伫即场来真做。传福音的勇士，所以快乐、福气、喜乐是这全福会伊加入的上界要紧的要素。所以咱看到全福会这种兄弟按照真快乐、真活泼来用这因的信用来传福音。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富裕的上帝，互咱富裕的神。毋是要互咱的外在来请赢，是要互咱的内心来把足。咱的内心若把足，
你的性命就会无相款，你的性命就会无相款，就会有迄个意义。虽然信上帝，咱可以感觉送香吗？迄个送香会离开咱，迄个送香毋是咱穿插，迄个送香毋是咱的外在，迄个送香是咱的心内去得到帮助，去得到真理，互咱做遮的亮光甲话语。愿上帝使用帮助咱，咱三个来祈祷。听堂的主，愿感谢而乐你，互阮的性命，因为主，因为信主，因为主你伫阮的心内来富足。互阮毋是伫外在来请赢，因为世间所有的一切，阮拢无法度带到天国来享用。世上这物是暂时，主你托中阮来管理，愿主帮助阮，互阮的一生会经过，互阮的心内因为耶稣，因为有主来富足，互阮用阮的性命来帮助最的人。感谢了主，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做伙来因回应的诗，圣诗250首，救主耶稣万福本源，请起立因全首。救主耶稣万福本源，困求阿罗听称赞。为未捌天之大声因是来落落，烈心阿罗拢无死天，和爱声音透点点，上帝听通阮为极大，应该感谢拢无煞。时时刻刻纪念主恩，做主路沿那稳困，受主保护直到现今，愿我会听主声音。我若行到危险路途，耶稣会带行正路。主老保卫救我心灵，救赎带我到天庭。我受恩爱极大激情，每甲你催逼我心，对答以后赞我心正，一心听主受改变。离开是被黑暗交界，你的光明的徛在，困求我主领我生命，甲主演点的声声，阿门。好，请坐。下面请雅文执事、主会执事来书献。
咱掀开周报的第3面，本周的金句我读一遍，大家煞则读2遍。亲爱的兄弟姊妹，要听，上帝有拣选世间的善车人，互因伫信仰上富足，通承接伊应允互听伊的人的国度。雅各书2章5节，来。上帝有拣选世间的善车人，互因伫信仰上富足，通承接伊应允互听伊的人的国度。雅各书2章5节，亲爱的兄弟姊妹，要听，上帝有拣选世间的善车人，互因伫信仰上富足，通承接伊应允互听伊的人的国度。雅各书2章5节。愿咱当伫信仰上富足，通承接上帝国。周报的第3面，咱的本周的聚会表甲礼拜的事奉表，请咱同工客友踮来参加。第4面本会消息，第一，对11月份开始，陈国成牧师、林义冠牧师开始伫咱独行牧会服侍。兄弟若有需要联络牧师，请直接来拨牧师馆的电话22017150也是咱周报的头前有牧师2位牧师的手机的号码。补充的报告就是咱教会的这个总机22016454伫昨小可有问题卡袂入来，咱伫拜二等这个中华电信来甲咱的外线修理好就会使卡但是牧师馆是会通的第2点，咱教会第10任主任牧师陈国成甲教育牧师林义冠受职就任，特会感恩礼拜定伫12月初8，主日下晡3点伫本会礼拜堂内举行，请兄弟注意。第3点，伫这个感恩礼拜了后要举办欢迎牧师的餐会是伫下晡的5点半，伫咱教会地下室餐厅要办桌。邀请咱兄弟全家拢来踊跃来报名，每一个人是100块，请咱各小组的小组长来纳钱报名，到11月底截止所以咱今年就无举办这个圣诞主餐第4点，后主日是台湾新学院的奉献主日，新学院会派张雅慧传道师前来请安甲讲道，请咱兄弟做伙来关心新学院的这个事工，为因代祷奉献。第5点，请咱祈祷会的消息，欢迎咱来参加。第6点，11月初10后主日咱要召开11月份的定期中聚会，请同工出席。第7点，咱伫11月23拜六上午9点半，甲下晡4點半伫咱本会舉行明年度的事工研討會，請遮的同工踮來參加。第8點，想要買聖誕歌的兄弟請到辦公室來登記，並且交費，甲後主日截止。第9點，咱全教會的讀經，這禮拜進度是耶利米書44章第1節，甲50章的46節那個下面下主日，咱要舉行11月份的樹青的慶生，名單如下請咱家己來看。若是有老高的，請為主會執事來更正。就報第5面，團契甲小組的消息。第一，今仔日社青團契有聚會，11點半伫5樓聚會主題是看電影，東外的耳朵去好春木。
欢迎客友踊跃参加。第二点，青少年团契伫后主日有聚会，请客友踮迤参加。第三，乡里团契后主日是邀请王宪年长老分享，欢迎客友踊跃参加。伫顶礼拜乡里团契的专题演讲有43位兄姐参加真感谢林佐林医师伊的分享第四点，书海读经班即礼拜四因为咱风台的关系有暂停一届，即届嘛是由要读第18课《信徒甲人的三交陪》罗马书12章第五兄弟团契今仔日下晡5点半，伫大和屋日本国际美食馆要用餐联谊请这个餐厅的边仔有停车场，请客友夫妇踊跃参加，每一人是100块。会长尤志良长老来报名。第六点后主日，毋是是11月妇女团契伫11月17日。这是礼拜天这有写毋对上午11点20分要聚会咱家己来看。第七，主日二主日二今仔日礼拜了后，伫4楼的副堂要召开教职员同工的会议，请老师同工出席备有午餐。6楼的这个咱的鱼菜共生的农场，因为受到风台影响，所以要延后来种新的菜时间再甲大家通知。11月17要伫云百汇来举办年末的主餐周报的第六面才有11月份新的读经的圣经的题目请咱踊跃来参加。团队部嘛有准备现代台语版本的题目请干事来提下载的这个宣调就是第8题咱若有会记哩下载的宣调好，第7面关怀协会的消息，伫11月30日要举办多肉沙画、熏香蜡烛 DIY， 欢迎咱报名参加。奉献报告伫遮来做领收若是有错误的，请财务部长林主座长老来反映。遮有特别刊登主日奉献顶礼拜的主日奉献伫遮请兄弟来看好，下面咱来介绍今仔日的新朋友咱先介绍上新的年长儿姊妹咱欢迎伊伊是这个林牧师的朋友伊是一位牙医师过来咱来介绍你。求主耶稣帮赞，阮逐日拢会忧愁、惊吓、烦恼，肉体嘛会因为罪来衰弱。但是靠着主耶稣，阮已经对罪来得到讨棒，成做义的奴仆。
将身躯拢献予伊做圣洁的路用，每一日献予上帝做活活的祭，来予主欢喜。阮知影，生命的忧愁也是欢喜，对阮拢有利益，会予阮学习我靠主坚固信德，信理拿亲。求主看顾陈牧师、林牧师，予因面对新的宣教环境甲会友，我靠上帝的大能力，装备关怀圣徒，佮赏赐因有疼心、耐心、健康的身躯，来照顾正羊群的欠缺甲需要。即时将阮当中辛苦白疼的兄弟交托予主耶稣，婚仪祭的囝陈日新弟兄大肠的手术，主啊，你求你特别看顾伊，明仔载要转去门诊也求主予因有医生这个真好的医疗助力的大关联的圣手，帮助伊伫两礼拜了后，要有第2摆的手术。主啊，求你特别看顾伊。咱若为着孙爱姐甲翠云姐，伊车祸了后，因的复健，苏千姐甲清华兄、陈金姐，以及罗庄宏长老伊感谢主，伊目睭的手术真顺利。阮也为着庄世昌弟兄祈祷，求主你保守伊的身体健康。主啊，阮也将其他无提到的兄弟，拢带到你的面前。求主你使因拢有会当有活泼的身躯，佮对主有坚定的信心，也安慰现在你照顾亲人的兄弟。主你知因的辛苦，求主扶持。阮也真欢喜，主引带新的朋友来到阮的当中，就是陈真生兄弟、贾婷婷姊妹、陈真伟姊妹、汤彩萍姊妹、卓宏喜弟兄，以及年长娥姊妹。求主予因得到灵命的帮助甲安慰，照顾因心内的忧伤的需要。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名，阿免。好，请咱起立来用我的主的听来诚心来听你彼此请安主的荣耀。